一套咧景觀非常之稀缺嘅一個戶型嚟嘅，可以望到我哋中山嘅一線高爾夫景觀嚇，108平方嘅3房2衛嘅戶型，帶大家睇下嚇，我哋嘅景觀陽台望出去嘅景觀完全冇任何遮擋嚇，好寫意咁樣嘅景觀。咁呢一套單位咧首期12萬，月供4000蚊，你就可以輕鬆入住啦，同埋精裝現樓，開發商仲送你一個產權車位，同埋咧6到8萬嘅一個家電大禮包啊！呢邊嘅商業配套咧好成熟噶啦，10分鐘可以去到我哋最大嘅商場 Coco City 同埋咧富力城商圈嘅嚇。而且咧旁邊就有我哋嘅一個香港嘅直通巴士，1個鐘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唔想坐車嘅朋友亦都可以坐船，15分鐘可以去到中山嘅新碼頭，1個鐘可以翻到尖沙咀啦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聯繫 Lily 過嚟實地睇睇啦。